好，这边请。花了大概5年前的时候，花了蛮多心血在整理的，是做我们咖啡吧的一个位置。那现况是出租给人家使用。现在带看房可和以前不一样，戴口罩消毒，甚至戴上面罩，样样不能少。更多的是干脆线上看房，或是请房仲拍摄看房实录分享。以前我们都要实体去看，现在我们在线上看，让你看房子、看生活圈，然后再用消费者的视角，让你看整个房屋的环境。所以当你要选择这个房子的时候，我们其实在线上已经都对焦好了。好，那我们实际上去看呢，大概只要看个2-3间就可以决定。那让我们整个效益提升。疫情下，房仲业状况很特别，虽然实体看房变得麻烦，但房市却不受太大影响。房仲业者甚至大举征才。其实我们在征才的目标上面，应该是下半年预计在征才3000人。我们接下来下半年会持续在展店，我们规模会在持续成长。现在大概总店数大概已经超过全集团大概超过1300家店，会持续在成长。那以下半年来说呢，我们仍然是需要大概1500人的人力哦，尤其是在疫情趋缓之后呢，我们的业务工作它的需求量也是增加的。那包括中南部啊，甚至北部，其实也都非常多的一个展店的规划。疫情后人才大搬风，餐饮业、旅游业甚至航空业，不少人就挑房仲来换跑道，因为同属业务与服务性质，转行好上手。担任过从空姐啦、空少的啦，或者是餐饮业一些外场人员，他们可能有一些这种应对顾客的一个情况，可以某种程度上可以适用在房仲业了。所以我们就观察到哦，在疫情之后呢，就有像是观光业啊，包括像是导游身份的求职者转职进来，而这个在台中的这个导游，他确实因为他过去服务人的这个相关经验呐，还有包括他是相当具有同理心这样的一个特质哦，所以他在进入产业之后呢，不到1年哦，他就得到这个年薪100万的一个薪资水准哦，所以这也去凸显了说，在服务业转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事实上他是蛮能够去符合我们房仲业对于人才的一个期待。5大房仲业者开出的征才数还不少，下半年从600到3000人不等。只是在疫情期间，怎么培育人才，准备好电脑、手机还有网络，全都线上处理。我们这个作业系统呢，是把所有业务的环节都整合在手机里面，所以当你以前要填写完纸本回来再输入电脑的动作呢，现在都不用，现在就手机直接拍照上传，输入就结束了。那训练的部分呢，我们各个时期进来的经纪人，包含新人，他会有训练的需求。我们除了提供线上的需求、线上的训练的课程之外，那另外在手机里面，那我们这个永庆大联盟的作业系统，它就会告诉你心动缓急哪个先做，哪个晚一点做。遭逢疫情，许多人不得不另寻出路，房仲业则把握机会大开职缺，但人才长时间留得住吗？工作要做稳定长久的话，可能还是要有比较稳定的这种职场训练啊，因为毕竟业务型工作它有业绩压力，你说要让他待超过1年以上，可能还要是一些完备的这种职场训练跟这个企业的一个福利啦。在职训练跟这个企业福利可能会是比较让这种房仲从业人员担任业务型工作的时候比较没有压力哦，可以做比较长久哦，不然其实这种业务型工作其实它的这种离职率其实也蛮高的啦，不亚于这个餐饮业的一个部分。疫情期间，让许多人停下脚步思考，也让许多人萌生转职念头。房仲业大举招兵，门槛又低，准备网罗各行各业，但还是得付出时间、心力耕耘，才有可能成为稳健饭碗。